针对美国提出晶片生产要对半分的这个议题，咱的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是强调，绝对袂接受这款的条件。强调伊带团到美国去协商的目的真清楚，就是想要争取关税降低，莫阁贴起哩。 美国对顶关税，台湾谈判团队继续争取更较好的条件。也毋过最近，美国弹出议题晶片55分。刚一个时间，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顶礼拜去美国进行第5轮实体协商，10月7日透早转来是正式回应，强调袂接受。我想这是美方的想法哈，我方谈判团队从未做出晶片55分的承诺请大家放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一项的议题那我们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 陈立军表示，台美双方对供应链合作也在继续协商。另外，23条款调查这项项目也继续增加，所以台湾团队希望针对各项优惠待遇做更加完整的讨论。另外也表示，这座目的就是要争取调降对等关税税率甲关税补贴价。我们取得在对等关税及232条款相关关税优惠待遇以及供应链合作上有完整的共识之后我们就会进入总结会议来达成台美 的贸易协议，外界期待政府会当争取对产业有利的结果。过赶紧公布，不过2024年台湾对美国顺差达到639亿美金，即马若无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或者形容是进退两难。就是如果我们跟美国谈得不好，那我们对等关税还有232条款的半导体关税还是偏高的话，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出口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搞不好除了关税的问题之外，它还有其他的手段。10月7日，台股开盘26078点，开红起270点，捌达到上悬26325点。台积电也开悬1325块，上悬达到1350块。市场对消息面的影响继续观望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